佢係咪睇住我想搵我去試鏡咧？快啲跟住去睇。導演，係點啊？你搵我嚟做咩啊？我想你聽下啲小朋友同你即係祝福下你啊嘛，請下先，好嗎？好啊。好。小天使精靈嚟，有名堂噶，係今年先成立嘅 Blessing Voice， 第一次踩上舞台嘅佢哋一啲都冇怯場，仲好 enjoy 添。創辦人張堅庭導演話，深信舞台嘅魔力可以幫小朋友建立自信，甚至改變一生。其實第一次呢，我就係因為冇錢交學費啊，咁焗住咧要去而家嘅亞洲電視，當時嘅麗的呼聲咧就做大哥哥。咁點知因為嗰次咧試咗之後咧，啱嗰次個老細一未翻嚟，嗰個導演話嗱，我俾多次機會你，下次我再去嘅時候咧，竟然俾我得咗，因為我冇咁驚啊。咁呢個就好個經驗嗱。如果冇嗰次嘅經驗咧，我相信我唔會做演員，我唔會做導演，我又唔會寫劇本。呢一次咁嘅經驗咧，可以改變咗我成下半生。所以佢勁撐小朋友學表演、學表達，甚至係手語。呢班香港聾人協進會嘅小朋友，藉住手語 crossover 唱歌，唔單止話俾人知音樂無障礙，更加重要嘅係向默默喺背後照顧佢哋嘅父母致敬啊！呢次喺西九龍浪情灣廣場木棉寶寶小劇場首度公演，嚟緊仲會四圍去表演，籌款做善事，用行動傳遞愛，祝福人。嚟，仔未？唔好發明星夢啦 ！Merry Christmas， 我哋祝福世界，好嘛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。